觀眾好，先說馬後炮。近期天氣回暖，太陽高掛天空，天朗氣清，沙田大賽就好快地上演。大熱門勝出2場，包括浪漫勇士嘅一面倒賠率都不足20成，是有多少不正常？最冷係17倍嘅勁大威猛，乃季初贏馬組合，大熱已經全領排14檔，太不利。本人貼中 win 是信任人馬組合及遙購在1800米嘅成績。第8場冠軍暨遮打杯浪漫勇士贏得並不輕鬆，羅冠全嘅數字天運威脅力大，再進步喺級制賽必有機會。沈扣贏了馬王，也贏咗練馬師王，不過只有2勝24分，演出是合格。而呂健威輸了櫻花酒杯，總成績是0分，更是不合格。而無偉傑持續有馬贏，可以留意方扣雷神組合勝出1場，對粉絲係有交代，希望其野賽成績未來更好。另外羅富全嘅超勁尺度由袁幸堯換回潘明輝便贏馬。另外第3場嘅標誌號同樣換人勝出，所以有時候減磅並非絕對，騎功對馬匹增勝影響也很大。主題跟進馬頭場威力非凡，第3名神驅馬零，仲有跑尾3嘅東方魅影。威力非凡開跑前退飛，觀眾一般會唔去馬，但係入直路後隨便推騎都勝出，下次還有數機會。神驅馬零與東方魅影都係排檔不利，下次形勢有利，可繼續留意。繼續回看賽事錄影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最出黃衫呢就東方魅影嚟噶，咁啊數中間啦，手到再來啦，走咗上去啊，咁啊粉紅眼罩嗰隻呢紅帽呢就快活同盟啊，咁啊大約第4位外邊係肥仔精神啦，第5位神驅馬零啊，外邊第6啊勁爽啦，中間紅衫紫色眼罩紅當當黑衫呢問鼎巔峰啊，內欄綠衫呢咁啊仲見到個馬匹有智醒大將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鐵甲速龍啦，內欄尾4黃衫係威力非凡啊。勁進天下就尾3，尾二粉紅衫呢就極速之子，暫時殿後係勁進傳奇嚟嘅。好啦，咁啊開始轉呢個香港體育院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咁啊見到手到再來呢，就走咗上嚟放噶啦。跟住喺第2位有東方魅影啊，好大隻。第3位有呢隻快活同盟啦，咁啊都係大隻噶啦。肥仔精神啊跟住個第4啊，第5、6位嘅馬埋邊內欄第5就神驅馬零啊，第6位就勁爽啦，第7位內欄呢綠衫慢慢上嗰啲啊智醒大將啊，外邊紅衫紫色眼罩仲有紅當當，後啲嘅馬匹啦，馬林裏邊黃衫黃帽要攞出去，外邊有威力非凡啊，掟大外檔啊問鼎巔峰，走入邊呢就勁進傳奇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係肥仔精神，外邊係勁爽，兩個馬中間上嚟仲有神驅馬零啊，後多浸啦，中檔位置威力非凡追緊啦，出邊有隻問鼎巔峰喎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咁啊見到透出嘅馬呢，咁啊就係呢隻勁爽啊，但係外邊威力非凡上嚟嘅勢都相當好啊，入邊位置呢仲有神驅馬零啊，接近終點兩匹馬相當接近，外邊冚上嚟威力非凡，咁啊拍住埋邊嗰匹呢就勁爽啊，同道需要影相。第3名呢就神驅馬零，第4名係智醒大將啊。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勁爽出咗嚟先，咁啊以為有機會到嘅時候，外邊威力非凡，逐步蠶食上嚟，威力。第2場跟進馬金快飛飛，上次已是跟進馬，今次放頭贏得出色，不怕再追。回看賽事錄影。好，你一開閘加州星馳稍為慢啲啊！好啦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就係中間位置嗰隻日日獎喎，咁快飛飛響第2位啊！第3位巧妙啦，第4位內欄呢，仲有黃衫呢隻就係男神嚟噶，第5位紅衫華麗再贏啊！咁啊最出依家走緊5、6搭外邊呢，就包裝名將慢慢走上去啦。咁啊內欄位置黃衫後邊嗰陣呢，仲有幸福約定啦。咁啊馬林中間金運齊來啊，後邊嗰5匹馬加州星馳戀愛狂綠色鐵騎啊，尾爾標型勇將外邊黃衫嗰匹。內欄暫時殿後，爽標王子啊！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！前面放個馬呢，咁快飛飛放頭添喎，跟住第2位呢，有呢隻就包裝名將啊！分列3、4位噶嘛，埋邊黃衫男神啦，日日獎第4啦，外邊第5粉紅帽啊巧妙啊！內欄第6位黃衫黃帽幸福約定啊，中間隨我同來啊，攞出去外邊噶嘛，金運齊來啦，外邊戀愛狂綠色鐵騎啊，最出嗰隻標型勇將馬林中間紅衫穩位呢，仲有華麗再贏噶，最後300
零米啦，咁快飛飛內欄佔先啊，包裝名將喺外邊啊，男神就跟住佢哋咧就未夠位喎，見到外邊位置巧妙追啲咧，出邊又戀愛狂啦，後多浸嘅話咧就幸福約定啊，最後百零米咁快飛飛，改咗個跑法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啊，第二名嘅馬咧包裝名將響中間，入邊啊男神第三，第四名係幸福約定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快飛飛，可以係改變晒個跑法，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添啊！第二名嘅馬啦，包裝名將啦，第三名就男神，都全部喺晒前面翻嚟噶啦。第四名幸福約。第5場頭馬大回報連勝3場，今仗時間並不出色，但係末段跑出22秒29，非常厲害，上3班都未必有對手。繼續睇埋賽事錄影。黃琪居，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位置逍遙騎士快啊，響佢出邊呢，咁啊有黃衫嗰隻就創科群英嚟噶，入邊係我最好啊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4位啦，紫色衫幸運威龍啊，內欄第5雙星報喜啊，第6位藍衫呢就新力標，中間第7位黃帽嗰匹呢有大回報啊，內欄風捲殘雲，出邊紅衫藍帽就家傳之寶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同樣世界精彩出邊呢大約尾4黑衫嘅，內欄大約尾3位置光明傳承啊，後邊一隊安可呢暫時墊後健康小馬嚟噶。好啦，開始轉呢個呢就係香港體育丸灣啦，創科群英呢就貼欄放嘅，第2位走咗上嚟呢就逍遙騎士啦，內欄第3嘅馬就我最好啊，跟住個第4位幸運威龍，內欄第5白衫雙星報喜，中間第6呢黃帽啊大回報，出邊啊新力標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紅衫外邊家傳之寶啊，內欄位置風捲殘雲啊，中間夾住尾5度啦，大白鼻梁一隻同樣世界，後邊嗰4匹馬分別有精彩光明傳承啊，尾以中檔黃帽就安可啦，掟出去外邊係健康小馬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創科群英佔先嘅逍遙騎士率先上嚟挑戰啊，咁啊再見到後多層幸運威龍啦，偷入邊上有雙星報喜啦，在內欄嗰邊仲有呢隻我最好啊，出邊追係大回報嚟噶，最後200零米逍遙騎士佔先啊，中間幸運威龍上緊，外邊大回報亦都追緊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同樣世界中檔啦，中間位置仲有雙星報喜啊，最後100米到大回報，逢馬過馬，再次贏出賽事啊！跑第2名呢，幸運威龍，第3名呢係逍遙騎士，第4名出邊追啊，姍姍來遲係精彩啊！結果真係原裝配搭，原班人馬大回報，咁啊再次響4班1006米取得第3場頭馬，幸運威龍第2，逍遙騎士第3，第4名。8場冠軍記者打杯跑第2名嘅數字天文走勢出色，長度威力好大，係未來級際賽有力競爭者。我哋可以繼續睇下呢個現場錄影。排約出嘅快少少嘅馬一對浪漫喎，埋邊啊浪漫戰神啦，中間係浪漫勇士啊，外邊數字天文呢亦都進佔第2位啊，內欄位置大約跟住個第4啦，有大怪奇啊，中間第5位就君子傳承啊，外邊呢咁啊仲見到馬匹有百賀飛駒啊，後邊嗰3匹馬離心名媛啦，嘉應傳承向尾二，買邊暫時墊後係天象龍區嚟噶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浪漫戰神嚟。第2位數字天文啦，分列3、4位嘅馬，埋邊有大怪奇，外邊啊浪漫勇士啊，跟住個第5位紅衫君子傳承啊，內欄位置黑衫紅帽仲有離心名媛啦，暫時墊後嗰3匹馬，分別有百賀飛駒、天象龍駒響尾二，暫時墊後係嘉應傳承嚟噶。好啦，咁啊過咗1006米嘅段處，向對面直路嘅進發嘅時候啦，前面呢浪漫戰神啊貼欄放啦，數字天文呢就喺外邊嘅第2位啊，後邊嘅第3位啦，有大怪奇啦，咁啊上嗰啲口啊，一路鬥住第3啊，浪漫勇士依家咬住第4啊，第5位嘅馬有利心名媛啊，咁啊後邊嗰4匹馬君子傳承啦，尾3位置橙帽啊百賀飛駒，天象龍駒又上咗少少咯，響內欄尾3藍衫嗰匹啊，暫時墊後係嘉應傳承嚟嘅，向住1000米嘅段處進發啊，大家個位置變動上面喐動都唔大噶，浪漫戰神仲係貼欄放嘅，數字天文就跟住第2位。
大怪奇就第3啦。第4位外邊呢，仲有浪漫勇士啊，埋邊第5利心明遠啦。後邊嘅4匹馬天象龍區內欄尾4上咗少少，出邊有君子傳承啊，尾二位置白河飛區啊，暫時殿後係嘉應傳承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咯喎，前面浪漫戰神仲係佔先嘅，數字天文開始喺外邊呢就逼佢㗎啦。後邊嘅第3位有大怪奇擁咗浪漫勇士出去，埋邊利心明遠偷位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天象龍區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浪漫戰神埋邊鬥緊數字天文啊，外邊浪漫勇士追緊，中間壓住嚟跑，仲有大怪奇啊，最後200米啦，見到透出仲係呢隻數字天文鬥緊呢隻浪漫戰神啦，外邊浪漫勇士上緊嚟，後邊嘅馬仲有大怪奇，最後100米都數字天文佔先，但係浪漫勇士不乏王者本色，終點前將數字天文趕過，大怪奇第3。第4名呢，好近㗎，埋邊浪漫戰神，出邊天象龍區啊，咁啊真係再次見證到多一匹3冠長途王者誕。9場第4、第5名嘅進藝快車同冷馬都係輸在排外檔，下次形勢好可以贏位兼頭。我哋可以繼續回看賽事錄影。黃奇居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精英高球灰馬，埋邊啊泰坦都快嘅，咁外邊呢，有進藝快車，中間夾住啊皇上啊，出邊粉紅帽走上去嘅馬匹呢，咁啊有銳起嚟㗎，後多層啦，出邊黃黑格仔衫得到後黃內欄藍白格仔衫方糖武士啊，馬林中間紅衫淺紫色帽呢有閃電小子啊，後邊嗰幾匹馬新威之星啦，米奇紅黑直間衫中檔尾5嘅，內欄尾4呢仲有99維星啊，後邊嗰3匹馬非凡豪傑啦。渡月橋啦，暫時殿後藍衫嘅冷蛙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就進藝快車貼欄放，外邊拍住嘅走呢係銳起嚟㗎。分列3、4位嘅馬，中間有得到後往啦，埋邊啊精英高球啦，再揈出嚟中間有皇上啊，外邊冚嘅馬係非凡豪傑啊，出邊追仲有渡月橋啊冷蛙嗰啲馬，後多陣先有米奇揾緊位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平排衝刺之下，見到中間皇上上咗嚟，外邊有非凡豪傑啊，出邊追有閃電小子內欄。嗰邊仲有進藝快車同埋得到後王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皇上又駕到㗎啦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㗎嘛，外邊閃電小子追咗上嚟啊，第3呢真係近，外邊4號係冷蛙，中間黃黑格仔衫得到後王，內欄係進藝快車要影相啊，結果今場。尾場第2名亨奇，以上就係我嘅跟進馬，希望可以穩定俾觀眾有收益，可以再作冷腳，形勢好的更有。